较热，有点像暑假，暑假就要结束啊。已经结束。因为咱的讲道是照咱的学经计划吼，天书在行吼，所以真正无拍算会讲到这篇诗篇吼。你讲什么诗篇，真正是真铃铛，尤其是你的状况若无好，你的状况若无好，你的是一个做清气的时阵，你要讲这个诗篇是真正是做叮当一件代志，所以求信时敢若同在，咱先来祈祷。阿爸袂求你怜悯阮这人，甲我的软弱，求你信时甲阮日的，互阮无论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对你的话得到安慰，得到指示，得到帮助。甲阮日的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甲我创造清气的心，诗篇51篇。真正是足出名足水足深的一首诗吼。我甲中团道两个拢无讲好势吼，伊等一下嘛要用这篇来做伊的迄个心理助理好。毋过伊要掠无共款的讲法吼，我知影，所以咱只先听我的吼。这首诗一开始，伊诗本文头前加一句话吼。就是编辑的人加一句话，讲这首诗是啥物？是大笔王大笔甲达西巴同房了后，先丁拿单来建议大笔就写这首诗。安尼讲，这咱敢知影啥物代志发生？这是咧讲啥代志？伫什么呢？下下关第一章讲到大笔王，规章拢咧讲到大笔王犯罪的代志，就是包括伊第一章一开始讲这个大笔王，伊的军队，伊的百姓伫烧台，伫烧台的时阵，伊搁困到下晡较醒，吼。逐工安尼奢华宴乐，困到下晡较醒，醒了后咧厝顶行来行去，看到拔示巴，就是伊的部下欧雷亚的太太，看来这介，总甲抢来，甲伊同房，即摆当伊的了煞怀孕，煞有心，这个拔示巴煞有心，大笔王就紧张这声话代志大条啊，所以伊就介聪明，家己头前咧烧台，伫前线咧烧台，伊的部下乌雷亚嘛，叫转来，伊想讲，即摆阿兵哥转来一定安那，转来厝里一定甲某，亲热一下对无？无拍算即个伊的部下，即个乌利亚是介忠心，的一个军人，伊讲我的同袍，我其他的兄弟拢伫头前咧烧台，我毋敢享乐，毋敢欢喜过日子，所以就无去伊的厝。哇，即声害啊！大笔王的计谋都无法度得逞伊就甲灌酒，结果伊啉酒醉，人讲酒后会怎么样？吐真言毋是啦，我要讲酒后乱性啦吼。有理啊！伊啉酒醉，伊嘛不爱去甲伊某做伙。哇，即声害啊！大笔即阵伊不走，不休，伊想一个做弄毒的计谋，伊就想讲好，总袂当讲我家己即个做王的，甲家己的部下刣好死嘛。伊就写批，互伊的将军约押
约啊，讲来，你甲这个某咪人吼，把这个乌里亚吼派去上战争上安那，上危险的所在，哦啊，恁吼发一声台，啊其他的人吼拢安那，拢退后，哦向前冲啊，吼啊接下来好退后，啊互这个龙头安那，哦上去互伊的敌人收敌仇敌吼太好死，哦啊这个火写好，就交互迄个约押迄个将军，啊迄个将军就照办，哦。啊，果然就互即个乌利亚死去。即摆死去了，伊较抢伊的某来做伊的某。即件代志有啥人知影无？即件假无，敢若啥人知影尔？代表王知影，啊，佫啥人知影？啊？伊的将军约押，啊，佫啥人知影？佫上帝知影吼，安尼真正其他人拢毋知影。啊，佫会甲代表当做一个好王对无？部下死去，伊佫带伊部下的某，安尼是毋是好王？无得变寡妇呢，所以害死人的翁，伊佫趁一个好名声，这代表有歹无？有歹无？讲有无？全本圣经敢若一个人，上帝伊亲口讲一句话，讲这个人是合伫我的心意的，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大兵呢？全本圣经为旧约到新约，干那一个人。耶和华上帝伊亲嘴讲，这个人合伫我的心意，我要拣这个人代替扫罗王来做王。啊，这个合伫上帝心意的大兵，遐尼歹是安怎？佫合伫伊的心意。其实吼，大兵不止遐歹哦，头拄讲的佫无甲伊上歹的所在讲出来。上歹的所在是，各位兄弟，你知影迄张批吼，代表王写互约押将军迄张批吼，是安怎寄过？用 Federal Express 是无？飞鸽传书哦，嘛毋是飞鸽传书呢。迄张批是安怎摕到迄个约押迄个将军的手顶面？代表王是安怎甲迄张批送互迄个约押？约押伫头前咧烧台啊。他在后方啊，上大去的，代表甲迄张要害死乌利亚的批交互乌利亚，叫乌利亚嘛，摕转去互迄个将军约押。各位兄弟，你若是代表，你敢安尼做？你要害一个人，写伫批顶面，啊，你甲即张批摕互迄个人，叫伊叫他把这个信带过去。各位兄弟，你会安尼做袂？袂吧？我一定偷偷摸摸寄即张批嘛。是安怎代表甲安尼做？伊相信乌利亚绝对袂安怎，袂偷看批。是安怎乌利亚袂偷看批？伊是一个做忠心、忠心耿耿。就是大兵的兄弟，所以大兵伊的歹事，伊害死一个伊明知影这个人对伊做忠心的人，伊用伊的忠心甲害互死，安尼有歹无？咱有人比伊较歹无？比伊较歹举手。哦，安尼危险嘛，安尼危险嘛吼！来，咱要看今日的经文。啊，拄仔是11章所写的故事，12章就写着讲即个约拿单，毋是约拿单，即个先知拿单来到大兵的面头前，上帝叫拿单，就是叫先知去甲大兵王讲，你做毋对去啊。毋过即个拿单嘛毋敢讲，所以伊讲一个故事，伊讲啥物故事？伊讲一个城内底有2个人，一个做有好野的妇人，啊一个是啥？送羊人。好野人因兜有追羊群牛，啊毋过迄个送羊人敢若饲一只细细羊羔，一个小母羊羔。
啊，即个宋阳人吼，做疼惜伊只羊羔的吼。啊，有一天有钱人客来找即个有钱人，也是有钱人想讲哦，好啊款待我的人客。啊，毋过吼，伊煞毋甘杀家己的足侪羊、足侪牛，毋甘杀的，伊去抢啥货？抢迄个宋阳人的迄个，干那一只细细羊羔。哦，啊，即个先知拿单在讲即个故事，讲到遮时阵，代表安那？这生气的，变得讲，即个人该死。哦，伊无怜悯的心，哦，即个人该死。伊在行人四倍，哦，照古用儒法来讲，哦，你偷人家的东西，吼，爱行人四倍，哦，好，讲到这，义愤填膺对无？啊！伊讲了，拿单讲啥物？讲即个人就是你，哦，哇！这人就是你。讲了，后甲咩咩咧？代表讲一句话，讲我有得罪耶和华啦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这是介重要一句话吼，我有得罪耶和华。各位兄弟。当咱做唔对去的时阵，当咱互指责的时阵，咱基督徒安怎反应？你安怎反应？互你叫我听过上济一句话，基督徒反应啥物话你知无？基督徒当基督徒做唔对代志，啊人甲你讲啊你做唔对去啊，你袂使安尼，袂使安尼。我听过上济一句话，基督徒的反应讲的话啥物话你知无？你不可以论断我。捌听过无？捌听过无？咱基督徒常常互指出咱唔对的时阵吼，咱来讲，你不要论断我。圣经讲，会当论断人，敢袂使？会使论断人袂？哦，袂使论断人吼。所以基督徒拢做够的吼，做够背圣经的吼，做唔对代志，人甲你讲的时阵，你拢讲不可以论断我。啊，毋过代表伫遮讲啥？我有得罪耶和华，吼，即款的敏感，吼，即款的悔改的心，就是互代表即个人去互上帝称做讲，即个人是安怎合伫我心意的原因，吼。咱用较济的时间在讲即首诗的一开始，吼。咱进入这首诗，伊讲：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愿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。我要互大家看一个所在吼，我得罪耶和华吼，上帝啊，怜悯我，用你的慈悲擦消我一切的过失。这里我要复习一个所在，因为我甲大家讲过，就是讲犹太人吼，希伯来文的诗常常出现一款的格式吼，一个结构叫做交叉对称吼，交叉对称，按甲摆出来。上帝啊，怜悯我，用你不变的慈爱，用你丰盛的慈悲，有看到伊的对称无？哦，伊是交叉对称哦，所以。上头前迄句话是对伫后壁迄句话，怜悯我，吼啊，擦消我的过犯，中是你不变的慈爱，你丰盛的慈悲，吼，这个是交叉对称，吼。啊，第二句嘛共款，第二句是讲你爱洗清我的污秽，我的罪孽你会洗清去，吼。同款是交叉对称，洗对洁净，哦，我的污秽甲我的罪，哦，交叉对称。是安怎我要讲这吼？因为诗篇51篇，总共几节？各位兄弟，咱的词汇，咱魏长老念几节？19节对无？吼，下当分两段吼。第一段是第1节到第9节，第二段是第10节到17节。哎呦，我
我讲到底到几十？17，安尼10几19嘞？第18、19、10，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是后来写起来的，哦，毋是国在一篇本来就有的经文，哦，因为从它的结构的，哦，从伊的结构会当介清楚看会出来，这首诗是结束伫18节，哦，结构很清楚，停在18节，而且伊的意思嘛介清楚。19、10甲20节的概念，甲头前的概念是无共款的。哦，咱诗篇51篇的概念是讲，上帝有欢喜迄个祭物无？无，上帝欢喜的是人的啥货？忧伤痛悔的心。啊，既然安尼，是安那会走迄19节、20节？19节讲，迄时你要欢喜伊的祭，你要甲烧祭，啊甲加两只。精生的烧祭，迄时人要将公的牛献伫你的祭坛。其实这两句话的概念，吼，18、19节的概念跟头前是无共款的吼。所以为伊的结构来看，这首诗敢若填伫18节，吼，17节，吼，填伫17节。啊，我要讲的。头前1到9节，介重要的概念，伊咧讲，我知影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头前。各位兄弟，知影咱家己犯错，知影咱家己有罪，这毋是一件介无简单吼的代志。咱常常会发现咱家己有罪，是吧？咱常常会发现咱家己做毋对嘛。啊，毋过。搁较深的一个敏感概念，就是讲，大比遮讲的，我的罪常常伫我的头前。即句话意思是讲，我是习惯陷伫罪内面。各位兄弟，这毋是咱常常会当有的迄个灵敏的观察，啊，咱介少是即款的观察咱家己，就是讲，这个大比知影。伊不只是会犯罪，伊是安那深深陷伫罪内面，需要救赎的人。咱基督徒常常会认为咱家己是好人，咱是袂歹的人，哦，咱无做啥物歹代志，咱也无去伤害啥物人，咱其实是袂歹的人。啊，毋过吼，咱无发现一件代志，我咧袂捌讲过。这个世界两款人，第一款是歹人，啊，第二款呢好人。啊，你拢做无熟悉我的吼，我的答案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？这个世界有两款人，第一款是歹人，第二款呢嘛是歹人。啊，你讲两款拢歹人是要分两款？第一款歹人是啥物人？做歹啊！第二款歹人是较无歹啊，毋是。第一款歹人是啥物款的歹人？是吼，伊的胆足在，足大胆，啊，伊做歹的机会足济，即款是做会出来的歹人。第二款的歹人呢，是啥物人？是无胆，吼，伊的胆足细，啊，伊吼其实嘛无啥物机会。我讲机会是啥物意思？啊！你地位有够悬，你较有法度贪污遐济物件嘛，对无？是毋是？啊！你若是一个做细的官员，你是要贪污啥物货啦？所以，无代表迄个较细迄个官员无爱贪污呢，是有机会无？无机会啊！哦，所以我要讲的两款人，第二款人就是咱，可能就是咱较属是第二款人。咱敢有去做啥物歹代志？无嘛，哦，咱敢有想代志安尼？嘛是无啊。啊，毋过其实原因是安怎？是咱较无胆。啊，第二个原因是咱无啥物机会啊。当有一天咱若做王，做着王，敢袂想要加娶几个某？会袂？哦，
连迄个武则天，伊嘛要加找几个翁啊，对无？所以我要讲诶，咱毋通掠做，咱毋是歹人；咱毋通掠做，咱毋是罪人。咱来互大家来提醒，我常常伫罪内面，咱若无即款诶人物，讲伊兄姐，我会甲你保证。咱嘛无即款的警觉性，无即款的人物，咱的胆会愈来安那，愈来愈大粒。哦，咱的机会咧，哈多我保证，迄胆会愈来愈大粒是我甲你保证的。啊，毋过你的机会愈来愈侪是撒旦甲你保证，你要想。哦，就是咱若一直想讲我是好人。我是一个袂歹的人，哦，别人拢做歹，别人拢做恶的，做恶质的。毋过我是一个袂歹的人。咱若常常伫即款的思维内面的时阵，咱真正会大大的跋倒，哦，咱会大大的跋倒，你爱相信我讲话。所以即句话就是下多我讲伫撒母耳下卷第12章，代表王对先知讲的，讲我有得罪耶和华啦，讲我妄你犯罪，得罪你哪样？常常咱伫世界人甲人的应对进退，咱较会去想到讲，我若犯罪，我若做毋对代志，咱得罪啥物人？是迄个人对无？哦，咱若欺负一个人，若是有啥物过失？咱所受到的得失的人是迄个人尔，啊，毋过大笔者有一个最深的看法，伊讲我犯罪，其实我上大的得罪是啥物人？是上帝。会记起伫路加福音15章，耶稣讲的比喻内面，最有名的比喻，我安尼讲，恁敢知我咧讲倒一个比喻？路加福音第15章有3个比喻连做伙，第3个。哦，龙主回头的比喻对无？迄个龙主吼，咧饲猪的时阵，伊想到啥物货？伊讲啊，我老爸遐有钱，我伫遮咧饲猪仔创啥？我要转去，我要甲我老爸讲一句话，你讲啥？父亲，我得罪天。嘛，得罪你，哦，这是一个介灵敏的觉察力，哦，伊知影伊不只是得罪伊的老爸尔，伊阁得罪啥货？上帝，哦，这是甲大笔共款的吼，所以大笔者讲，当你责备我的时阵，哦，你是显明你的公义；当你判断我的时阵，你是诚做最公正的吼，判断日子啊，咱可能无啥知伊啥物意思吼。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，咱法官咧审判，啊，毋过伊的重点是放伫迄个审判的后面，就是宣判，sentence， 就是讲你咧宣告我的罪名的时阵，我犯啥物罪，你宣告出来，会当显出你的公正。即句话是哈多的第1节到第9节的中心吼。后面就讲，我是伫罪孽内底生吼，伫我母亲怀胎的时阵就有罪啊。你上帝，你所带的是内面的信息，伫我隐密的所在，你要互我得到智慧。咱咧看吼。若无去思考一下，敢若你写甲足水的，重点伊是咧讲啥？代表咧讲吼，我是有罪，即个罪是伫倒？伫心内足深的所在，吼，我的罪是足深的所在，无一定显现出来，互人看到。吼，这就是啥我讲的，吼，两款人拢是歹人，伊无一定有做出来。伊是伫伊的心内足深的罪，啊，上帝欢喜的嘛是咱对心内安那
出来迄个形式，哦，所以上简单来讲是，上帝介意的是咱内面对内面出来的诚实。啊，毋过人呢，罪孽嘛是藏伫对人上深的内面。哦，我要讲的是吼，各位兄弟，啥代表王这个人伊遐尼歹，上帝佫讲这个人是合伫我心意。你若看大卫所做的代志，甲扫罗王所做的代志，你会感觉扫罗王无大卫遐歹，对无？啊，你有熟悉扫罗王无？啊，是我要佫啊扫罗王的故事佫讲一解，安尼讲的就无时间去啊。哦，就是讲扫罗王互上帝讲，这个王我无介意，因为伊违背我的命令，所以我要甲换掉。吼，伊叫撒母耳这个先知去找另外一个人，伊讲你爱去找这个大卫是合我心意的。啊，毋过咱若看圣经所描写的大卫，其实伊比扫罗王较歹，啊，较干巧，较笼统。哦，啊，毋过是安怎？上帝佫讲，这个是合伊的心意，这个上帝是怪怪是无？愈歹伊愈介意。人讲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安尼，这变成人不坏，上帝不爱，安尼是无？毋是，是这个大卫王，伊是歹人，啊，毋过伊知影伊家己的罪恶，伊一直要转来上帝面头前。即款一直要转来上帝面头前的即款悔改的心，是上帝所欢喜的，是上帝所喜的。啊，这嘛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爱深深听调的物件。我常常咧提醒，基督教的信仰，毋是咧处理人会犯罪、袂犯罪的问题，毋是。基督教的信仰是咧处理人犯罪以后要安怎的问题。就是讲，基督教的信仰，伊是宣告人一定会安怎？人一定会犯罪，即款的罪，无一定你真正行出来，互众人看你。即款的罪，常常是深深藏伫你内面心内面上深的所在。当无人看见的时阵，当无人知影的时阵，才会走出来。啊，这幽怨，上帝无放伊煞。所以，当大卫伊前捌伊是深深的罪人，伊旨意要悔改，要转来上帝面头前，即款的心是上帝所欢喜的。上帝称做伊讲，这是合伊心意。伊讲，你爱用牛膝草，哦，甲我撤销我的罪过，甲我7,000字，哦，这伫以色列人看，介熟悉，啊，伫咱台湾人看，毋知伊讲啥。哦，啥物叫做牛膝草？伫圣经上早出来的所在，就是伫出埃及记。哦，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过半过节，啊，甲羊的血安怎？哦，切伫伊的门槛顶面。哦，啊，迄个天使来，要来杀所有人的长子的头生囝的时阵，若看到迄个门有迄个羊的血，伊就安怎？跳过吼，所以这个牛膝草是代表会当撤销人的罪过，吼，是代表上帝恩典。啊，搁另外，当人以色列人若有太高病、麻风病吼，毋通讲太高病，即摆已经改名做汉生病了吼。当伊若好的时阵，伊就爱去互祭司检查，啊，这个祭司来用牛膝草，吼。啊，运血7解，扣伫伊的身躯，哦，啊代表伊洁净，哦，所以伊讲牛膝草撤销我的罪过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讲，你要互我缀长去的骨头，会当拥有，啥物叫做踊跃啊？啊？踊跃是站着、哦，再生哦。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吼是欢喜，
哦，所有的英文的翻译本都 rejoice 欢喜。啊，毋过和合本真正安怎讲？伊改图像化哦，伊甲翻做啥物？跳起来啦！哦，欢喜甲跳起来。一般吼，咱会写讲，我长期的骨头吼，你甲我安怎？你讲移植就介好啊，对无？甲我接个好势就介好啊。伊讲不只是甲我移植，不只是甲我接好势，互我即个长期的骹会当安怎？会当起来跳。吼，伊咧迫切仰望上帝的救赎，甲稳定是介大的吼。所以时间不够，我袂当一直搁讲落吼。后壁人看袂到无要紧，我即个表是要甲恁讲，这个就是后头我介绍的交叉对称。哦，第一站伊会去对着第9站，哦，安尼一直对称到中有一句走出来，迄个是重点。迄句啥物话？就是耶和华上帝，你是啥物话？你是公义的，你是正直的。即句话做中心，其他的拢是交叉对称出去。哦，这是犹太人诗最水的所在。这是1到9节。啊，咱来看后面第10节到第17节，上重要一个概念就是，即个上帝无欢喜啥物话？罪孽，无欢喜犯罪，就是烧的罪。伊爱的是人有忧伤痛悔的心情，吼，有悔改的心，吼。所以你若来看伊的经文，同款，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，对上尾仔的破碎的灵、痛悔的心，啊，伊求上帝毋通去杀伊，毋通甲伊的心摕好走，对上帝无欢喜、无接纳，吼。啊，会当得到你的救恩，去对迄个拯救我的上帝。啊，所凸显出来上帝一句话，就是讲，我即个有罪的人，若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救赎，我要成做你的器具，我要去教示别人行你的路，我要互罪人悔改。哦，所以诗篇51篇从1到9节，从11到17节，有2个重点出来。第一个重点是，上帝是公义正直的，所以人就爱认捌家己是罪人。啊，上帝就要撤销洗清伊的规范。第二，重点就是人爱教示上帝的道理，爱互人悔改。这人是啥物人？这人就是你本来的罪人。各位兄弟，就是咱犯罪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得到救赎了后，咱就爱甲即个道理教示别人，会当成做别人的帮衬。就是你的罪，你的悔改要成做别人的帮衬，互其他的人嘛会当悔改。哦，啊，这是因为上帝所介意的是忧伤痛悔的心情，上帝绝对袂去杀。哦，所以2个重点，上帝是公义的，啊，甲得到赦免的罪人。这个公义的上帝是安怎？伊无放过罪，啊，毋过伊赦免罪人。啊，得到赦免的罪人来安做啥物代志？来去教示其他的罪人，来互人悔改。哦，这基本上就是诗篇51篇2段的重点。各位兄弟，我头讲过，世界上2款歹人，第一款好大胆、侪机会的歹人；第二款歹人是做无胆、无啥物机会犯罪的歹人。可能我是第一款，恁是第二款，是无？哦。啊，毋过各位兄弟，咱要安怎？不只是无犯罪，阁会当维持咱即个无胆，啊嘛拒绝迄个机会。当咱若认捌咱家己是罪人，咱知影咱是罪人的时阵，
咱的相对的会去知影这位上帝是安怎，大而可畏。你面对这个会互你惊吓的上帝，各位兄弟，你会胆会这大袂？你会这大胆袂？袂啊！当你各位兄弟，当咱若认捌咱是罪人的时阵，就算讲咱有机会，咱嘛会足紧就发现讲，这是撒旦的引诱，唔通跋倒。所以一个忧伤痛悔的心，就爱时常伫咱的心内；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就爱时常伫咱的心内。若无啥，咱真正会掠做咱是做好的人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。咱会掠做咱是好人，然后咱会亲像大比王安尼，讲这个人该死。吼，咱拢看出清楚别人的罪，咱会讲这个人该死。啊，毋过当迄天，毋知咱真正是毋是遐尼好运，会像大比遐尼好运。大比王阁有一个先知叫做拿单，会跳出来讲，这个人就是你。当咱各位兄弟，当咱咧讲这个人该死的时阵，咱无一定有一个先知会跳出来讲，这个人就是你啊！咱若无这个好运，各位兄弟，咱着爱清醒认捌，咱是罪人，咱需要救赎，咱需要上帝恩典。咱今日来祈祷。阿爸爸，阮毋茫你的指责。阮毋慢你的判断，我嘛毋慢你的先知，会出来甲阮讲，这个人就是你。阿爸爸求你，赏赐你的慈悲怜悯恩典伫阮的心中，阮需要，互阮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已经犯这大的罪，也是遐个罪深深藏伫内心的所有的兄弟姊妹，阿爸爸，阮需要你的救赎，需要你的恩典。犯罪将来就毋是一件轻松、舒适的代志，求你互我艰苦，求你互我忧愁的心，因为阮要伫你的恩典内面拥有，阮要伫你的救赎内面欢喜。互我有金的目睭，会当看清楚家己的罪。一届求你的圣神、恩典交阮伫地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感谢咱牧师的讲道，甲咱三角用圣诗132首，耶稣听我，我知灵来回应。耶稣听我，我知灵。因为记载圣经，细汉囡仔随软正，耶稣会听，小听听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记载圣经，来，请去应全首。耶稣。